大家好，我係言語治療師梁姑娘。各位 K3 同埋小一嘅家長，你哋陪小朋友做數學功課嘅時候，會唔會都遇到一個難題？就係小朋友其實計數好快嘅，但係咧一去到文字題咧，就好似完全睇唔明中文字一樣，全部亂咁撞。好多家長第一個反應就係覺得小朋友嘅數學底子差，要買多幾本練習，不停狂操數學先。Sorry。No， 小一嘅數學咧，好多時都唔係考你計數嘅能力，而係考你閱讀理解嘅能力。你係一個 K3 小朋友嘅家長咧，都可以趁呢個暑假好好去訓練小朋友數學語言嘅。幫你分析下咧，數學三大語言陷阱。第一就係比較詞啦，會出現好多多過啦、少過啦、相差啦、最重啦等等呢一啲字眼。小朋友往往見到多咧就一定自動加，見到少咧就自動減，完全冇理過句子嘅前文後理嘅。另外第二會出現嘅數學語言咧就係空間同埋順序詞啦。由左邊數起第三個，排喺小明前面嘅人。如果小朋友嘅空間概念語言未發展成熟咧，其實喺個腦入邊係建構唔到呢啲次序嘅。另外第三牽涉數學語言咧就係邏輯同埋時間詞啦。有啲字眼例如原來有、剩下、一共呢一啲詞彙咧，其實涉及事件嘅先後次序，對於小朋友嘅語言組織能力要求係相當之高嘅。呢個例子大家。題目就係哥哥咧有5架玩具車，哥哥咧就比弟弟少2架，弟弟有幾多架咧？朋友咧見到個5字，又見到個2字喎，咁但係佢哋又睇唔明嘟嘟嘟比嘟嘟嘟少呢一啲複雜嘅句式，咁咧就可能隨便減咗佢5減2等於3，咁結果細路咧就竟然少過哥哥啦。又或者另外一個例子，媽媽咧就有蘋果，之後俾咗2個弟弟。咁而家手上面就剩翻3個，咁究竟原來媽媽有幾多個蘋果喺手呢？呢個係一個加數定係減數呢？一段文字入邊呢，其實係冇一個明確嘅字眼去話俾你聽係加定減嘅，就好需要咧去理解成件事嘅發生經過咧，你先可以決定得到。而家梁姑娘教你3個方法去拆解數學文字題，最後一個方法亦都係最重要嘅，所以大家要留心啦。第一個方法就係從生活入邊咧去介紹一啲抽象嘅字眼，例如我哋可以喺條問題入邊咧換成小朋友最熟悉嘅東西，令到佢哋咧覺得好親切咧，小朋友嘅理解能力都能夠瞬間提升嘅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將文字視覺化，唔好齋靠講，齋靠諗，試下搵張紙畫低佢，例如畫5個圈圈就代表哥哥嘅車，然之後咧聽到下一句。弟弟少2格，就喺呢5個圈圈入邊加多2個圈圈，用一個最直觀嘅視覺對比咧，去繞過複雜語言處理嘅障礙。最後一招就係圈出魔鬼關鍵字。教小朋友做題目嘅時候咧，先唔好睇數字。第一步，攞起支熒光筆，將啱啱提到嘅一啲數學語言唔同嘅詞彙圈晒出嚟。呢可以幫助大腦咧先處理語言邏輯，再處理數字。總結今日嘅心法。先處理語言，後處理計算，俾小朋友咧多一啲時間去適應呢一套全新嘅數學語言。幼稚園升小一的確要好多嘅適應，唔單止小朋友，家長都需要調節我哋嘅心態。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個暑假好好預備，令到小朋友可以順利過到升小學嘅階段。我係言語治療師，鍾意呢一條片嘅話，記住撳 like、follow 同埋 share 俾身邊預備升小學嘅家長。